青年是部落社会延续的力量。借此，秀林乡公所于114年8月30日假花莲县原住民族文化馆办理114年度秀林乡青年论坛，为期1天的活动。上午进行嘎雅文化下的部落安全网 2.0， 下午议题为青年创业暨震后产业复兴议题，由秀林乡青年发展委员会经上半年度会议讨论后执行，以部落青年的各面向去激荡讨论出乡内议题。秀林乡长王玫瑰协同各位代表到场参与盛宴。今天感谢大家来到这里，一定是有心人。这几年对公所的协助跟建议，我想我们会继续来努力，好让我们秀林乡能够更好、更快乐、更幸福。因为我们都相信了，不管是文化的传承，或者是产业的发展，甚至我们的社会福利、社会安全，都需要倾听我们青年的声音，还有我们行动的参与。青年是创造时代的源头，在此呢，期盼我们一起努力，让我们秀林乡更往前一步，迈向幸福秀林脚步。再次感谢大家，感恩，谢谢。青发会目的在于凝聚部落青年向心力，搜罗部落各项建议，拉近公务部门与青年的距离，挖掘各部落创生契机，促进部落青年回流，延续各项文化传承，并为太鲁阁族未来塑造一个梦想蓝图，让子孙都能享受到这幸福的果实。